苗栗市的维新客家文物馆是年近80的馆长汤景才的心血结晶。回想小时候，爸爸一肩扛下田里粗重的工作，汤景才就负责喂小猪吃东西，而用的就是这个装猪仔食物的器具。小猪是这个圆形的，那个猪吃的东西都放在中间，它都会散开圆形，它都可以10个8个都可以挤在那边吃。等到小猪养成20多公斤的大猪，就可以卖掉贴补家用。这个笼子他们会带来，没有带来我们要借给他。除了细心保存父亲留下的各种农具，汤景才也到处收集各种古早的客家文物，为的就是留住儿时的农村风景，还有和爸爸的最美好回忆。我们这里文物馆也目前的文物了，熟悉长久的也目前有300多件了。记忆中的雨天，爸爸戴上斗笠，背着龟甲笠下田除草。为了搜集龟甲笠，汤景才寻遍各地却找不到，只好拜托年迈的叔叔，克服视力退化的不便，亲手打造一个。他跟我讲，他没有办法，身体不大好。结果做好的时候，2、3个月，他都离开我们了。听汤景才说故事，早期的客庄生活仿佛就在眼前。馆中的每个文物更像是一个个老人家，默默地向我们展示古老的生活智慧。上课喽！熟悉长久的，熟悉长久的，熟悉长久的。